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o， 好久没有拍影片了，对不对？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同样是我的生日小旅行。那我今年生日呢，来到了台东这个美丽的地方。那我其实上一次生日，去年生日我去了宜兰，然后去到了抹茶山上去度过我的生日。今年呢，我们来到台东，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来到台东的布农部落文化园区。那在这个园区里面啊，就是它有非常多布农族人他们自己所创作的艺术品，不管是一些皮雕也好，一些编织也好，甚至呢，他们在园区里面也有定时的一个表演的活动。那在表演当中呢，当然就是有那个布农族非常著名的八部合音。然后我这次来到了园区，我也去看了这个表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因为布农族八部合音，主持人他从头到尾他要讲说，这个八部合音他就是只有单纯的哦，族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哦，那它也没有特殊的歌词，也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透过这个声音来传递到天上。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祈求上天能够让他们有一个丰收，然后跟上天讲说，他们现在可能要动用到山林里的资源。可是布农族人他们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会去取用过多的山林的资源，因为他们觉得够用就好。我觉得这个整个观念也是非常棒，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够用资源就好，然后他们特别也会去避开比如说动物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动物怀孕的时候，都会避开，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成长，让整个大自然可以永续的持续下去，然后让布农族人可以达到跟自然共存、共荣、共生的一个最棒的状态。那接着八部合音的部分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有录了前面的一个开头的片段。那因为我想要专心的欣赏表演，所以前面的开头片段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或者是你也想要亲临现场来听听看这个美妙的音乐，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台东走访一趟，来到布农部落文化园区。比西拉亚猎前祭枪祭，布农族的男子们在上山以前，都会先聚集在家屋前的广场，一同来迎唱比西拉亚。这是一个既神圣又庄严的祭典，祈求上天，当我们在打猎的时候，能够捕猎到丰富的猎物，并且将所捕猎到的猎物都分享给部落的人。
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这个项链，这个也是部落他们跟观众一个互动，就是现场的长老直接赐予你一个布农族的名字，所以我被赐予的名字呢，他们有分男生名跟女生名，那我被赐予的名字叫做 Bukun， 对 Bukun Bukun， 那它就是用罗马拼音把它拼出来就可以了，所以我的布农名字叫做 Bukun，OK， 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然后最后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听到八部合音，还有看完整场表演这样子，我就直接联想到那个听见歌在唱的这一部电影，由马志祥跟 Ella 陈嘉桦一起主演的。那听见歌在唱刚好它的背景也是一群布农族的孩子，然后因为学校要被废校了嘛，所以他们想要去得这个奖，让学校可以不必面临被废校的一个结果。那因为当主持人讲到说八部合音没有特殊的意义，他就是听到别人在唱什么，然后你再跟着继续进去唱，把那个不一样的声音结合起来，他这样子让整部音乐的声音整部音乐的旋律变得更加的美妙，我觉得就马上让我联想到这部电影的内容，整个就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来台东玩，一定要来布农部落文化园区走走。园区不大，小小的，但是在这边你可以体验到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布农族的文化，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更认识我们的台湾原住民，他们有非常多不同美妙的特色。然后我们也要对于这些族群，这些原本在台湾本土所土生土长的这些原住民朋友们，不要再用那些可能比较歧视的字眼，或者是不堪入耳的字眼，比如说还纳或者是怎么样，对，他们就是原住民，他们就是我们的原住民好朋友。OK， 那今天的影片也分享到这边给大家，我要继续我的生日小旅行了，也希望大家如果出去玩都可以更多体验当地的一些生活和文化，把自己的步调慢慢的放慢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生活，感受一下自己的旅行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